4月4號咧就會踏進我哋基本法35週年啦。其實咧35週年嘅過去咧，我哋見到由頒布嘅開始，基本法可以話係保障我哋方方面面，保障我哋一國兩制嘅運作一個好重要一個嘅法律框架。點樣香港特區會產生？係因為根據我哋祖國、我哋中國嘅憲法31條咧，賦予嘅權力咧，去成立我哋香港特區，再運行我哋一國兩制。然後一國兩制喺我哋香港社會嘅運作咧，就跟我哋嘅基本法，就係1990年4月4號頒布嘅。所有我哋香港嘅法律都好啦，最高嘅凌駕性咧，首先都係喺基本法嘅。即係例如話好簡單，如果我哋做任何本地嘅法律，都要確保佢同我哋基本法嘅條文咧冇任何衝突嘅，因為基本法就係我哋香港特區喺一國兩制底下嘅我哋所謂講嘅憲制性文件，俾我哋社會香港社會喺一國兩制嘅體制下運作嘅一個最基本嘅一個嘅法律嘅框架，俾大家跟住去行嘅。第一咧，我哋要知道我哋嘅法制好健全啦。如果你話香港嘅任何法律或者有任何嘅政策措施係違反基本法，我哋仲可以透過司法覆核咧去挑戰呢一啲政府嘅政策，亦都係體現咗我哋對香港嘅社會嘅運作係喺一個依法嘅規矩去運行，亦都保障咗香港市民嘅好多嘅基本嘅權利啦、人權啦等等。咁另一方面咧，我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就係啱啱最近有兩會啦，兩會大家記得李強總理喺兩會嘅政府嘅工作報告特別提到話，港澳可以能夠發揮個深化國際化嘅作用。香港一路就係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但係我哋聯通世界咧，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呢個優勢，我哋仲可以點樣去更加鞏固咧？大家見到中央俾個機會我哋將國際調解院落戶喺香港，就係解決國際嘅爭議嘅。咁點解會揀落戶喺香港呢？因為我哋嘅法制係好受國際認可嘅，我哋行嘅普通法嘅制度又受到全世界嘅認可認同。咁而我哋嘅基本法就正其實就係保障咗我哋嘅法制嘅運作，俾國際間睇到呢，其實我哋嘅法律制度、我哋嘅司法制度係非常嘅健全。咁呢個亦都係受益於當初我哋設計整個基本法，都係體現到呢樣嘢出嚟。未來咧，大家應該更加落力啲一啲咧，咁全社會去學習啦，認識多啲基本法啦，讓到我哋呢個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可以繁榮穩定啦。